哎呀，係模型個筍位斷咗，但係又唔想黐死佢喎。哎呀，咁可以點做呢？大家好，又係我 Henry 啊。今次咧又介紹隨意貼，又可以用喺啲咩用途上面？大家一定有試過啲筍位斷咗，但係又唔想黐死佢，咁可以點樣去做呢？今次嘅呢個隨意貼又幫到大家啦。首先咧，將斷咗嘅筍位咧剪翻齊佢先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就用翻 Zippo Glue 隨意貼，搽翻喺個腳板底度啊，搽厚少少都冇所謂嘅，不過都係記得啦，一定要等佢完全乾透咗，變咗透明嘅話，咁先至可以黐得噶。大概等幾耐？你預翻10至15分鐘啊。其實咧，你要等到佢乾透晒咧，先至會有黐力，所以耐啲都冇所謂噶。咁呢隻隨意貼膠水最好玩之處就係可以黐得穩陣，但係又唔會固定死佢喎，隨時可以拆翻出嚟，再調整個位置又得。如果你覺得黐完之後開始嗰個嘅黐力唔夠啦，可以再塗多一層啦，加少少上去，補翻嗰個嘅強度，咁就唔怕佢鬆啦。反而成日甩就係甩其他嘅地方啊！呢個控制器都要黐埋去啊！隨意貼佢嘅好處就係唔會黐死啊嘛。若果你想將佢調整其他嘅位置再黐過，亦都可以。咁今次呢個問題應該大家都會遇過啊。今次嘅方法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今次嘅分享就係咁多啦。咁下集再見。臨走之前幫我點個 like，分享俾朋友啊。好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